咁呢本書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從唔同嘅維度咧去介紹蘇東坡，佢做官啦，佢嘅繪畫啦，佢嘅書法啦，文學作品啦，佢嘅朋友啦，家庭等等，將佢嘅生平同埋呢啲藝術作品咧係結合起嚟，咁就更加咧立體咁呈現咧蘇東坡嘅一生嘅。我最欣賞咧就係佢豁達嘅性格，譬如喺黃州時期咧，其實個生活係好艱苦，不過咧佢就領咗一塊田地，自給自足，無論喺咩處境之下咧，佢都冇怨天尤人，反而咧係好努力咁去造福百姓。好似去到海南島，佢見到嗰度嘅教育比較落後，佢就自己咧去講學，所以咧海南島係出咗第一個舉人嘅。同學仔咧可能覺得佢係一個學霸，生活咧梗係順風順水。但係當你睇完呢本書咧，就知道原來佢一生咧經歷咗好多嘅起跌。喺我哋人嘅一生咧，總會遇到一啲開心同埋唔開心嘅事。呢啲困難咧，可能係來自學習啦、感情啦、朋友啦、家庭。咁從蘇東坡身上咧，我覺得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去豁達咁樣面對呢啲嘅困難，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從中揾到一啲出路。有人話人生若有不平事，不妨讀讀蘇東坡。有關佢嘅周邊產品咧，我都好中意。譬如咧，好似呢個日曆咁樣啦，佢就記錄咗咧蘇東坡喺同一日發生咗啲咩事，我就覺得咧好似同佢同喜同悲一樣。又好似咧呢一個茶具咁樣啦，上面咧有我最喜歡嘅一首作品《定風波》。用呢啲茶具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同蘇東坡一齊飲茶咁樣，覺得好開心。